夜天花板有這段戲，暴風女神羅拉嗨，你在何地啊？你知唔知好多馬迷想繼續收你嘅風啊？你究竟係風繼續吹定吹咗去哪裏咧？你知唔知我為咗思念你，我忍唔住好想加入呢個歡樂嘟嘟表演。你知唔知我苦練緊啲乜嘢？係行鋼線啊！但係點解我會攞住啲孖棍嚟做平衡呢？其實今日好啦，不如正經啲啦。但係我真係驚跌落去。今日係想呢個節目裏面俾下啲賽馬以外嘅，可能係人生哲學啦。因為今期咧有隻雀仔喎，應該就係超級大熱門。咁會唔會失去咗平衡咧？執埋一邊喎，就你跌落去咧，就你跌落去啦。係啦，其實個人生哲學就係想講呢孖棍就犀利啦。點解咧？喺我認為嘅賽馬哲學裏面咧，當你有啲場次係失平衡嘅時候咧，就係偷襲嘅最佳時機啦。喂，利用呢個槓桿啦，咁啊今日呢孖棍係啲乜嘢咧？好啦，好快話俾你知啊！首先第三場6號嘅快樂老窩同埋12號嘅進先生係啦，咁我預期呢一場咧將會有慢步速嘅。就算快樂老窩12檔孭住128磅係啦，私家3欄，我希望呢場慢步速咧，佢慢慢埋嚟2碟，甚至可能自己做一個慢步速領放。其實佢連續2次啱啱嘅1600啦，今季同埋上一季嘅1400咧，一樣係蝕外檔蝕步速之下，都依然有好好嘅走勢係啦。咁第一隻快樂老窩係我嘅首選，而第二隻進先生點解會揀呢隻咧？好奇怪呵！睇翻上季快活谷1650咧，其實都輸若干嘅馬位，但係當我再細心睇翻啱啱佢嗰一場嘅1400米，田泰安入直路嘅時候咧，佢一路提住轉彎出直路嘅時候，當隻馬一望空去打幾邊，隻馬就好強勁咁爆發一個後勁，係啦。而可能嗰一場咧真係唔係太利，佢咁後先至發力其實嗰個走勢非常之好嘅，末段亦都好強勁，係啦。咁我見到今次無端端加程但係我感覺呢隻馬似係田泰安建議真情嘅，所以冷門我會揀呢隻，因為佢今次有個4檔磅亦都唔重122如果真係慢步速，進先生之前贏嘅都係短途，咁佢可能一出閘，佢未必會留到咁後啦4檔，可能留住啲6、7位係啦，佢本身有啲速度可以跟前少少，跟住慳住到力入到直路再爆一段，咁會唔會成就到呢孖棍嘅其中一條懶 Q 咧咁我就拭目以待啦。咁另外啦，頭先講到啦，有隻雀仔喎失平衡喎，點算咧？我就最中意睺呢啲場合刨冷門啦。第一隻我介紹嘅初出馬5號99維星另外一隻馬11號赤壁就係上一期都介紹過啦咁我先講5號馬99維星。我睇翻海外賽績只係跑過3場第一次跑一個3歲處女賽，其實佢沿途係留後嘅，但係隻馬咧就少少搶腳，當時都係細路仔啦但係一入到直路咧，只要一望空咧，佢好似個炮彈咁嘣，話過就過啲馬。當然佢係一啲對住一啲處女馬啦，淨係一啲未係一啲好高班證明過嘅其他對手啦。但係佢連續2場都係可以突然間擁有一條好強嘅後勁。而我睇好呢隻馬嘅原因咧，就係第一失平衡啦，呢場係時候要偷襲啦。佢排11檔，但係連續2課嘅試閘咧，其實個走勢都相當之好喎。尤其是最近呢一課集咧，佢同住3隻高班馬啲馬，超過100分嘅馬，佢沿途嘅走勢喺個內欄裏面，居然可以跟得住個步速喎，係嘛？但係依家評70分喺3班，其實我睇翻同場啲對手都唔係話好特別強嘅啫。感覺唔到有邊隻似2班馬以上，我感覺呢隻馬分分鐘一出即爆，99維星。至於赤壁上次都提過啦，希望就有個1檔輕磅，仲有個變化地。但係聽日咧可能會有少少落雨嘅啫，未必有變化地。但我見到佢一取消咗嗰場咧，21號取消咗，22號就即刻
拍住兩隻馬去彈閘喎，個動態好積極啊嚇！咁而隔幾日又有正常嘅拍跳啦，依然用中逆禮100磅仲可以減多2磅，依然有個1檔。其實呢一場咧，我預計係中等步速嘅。咁而九九為精咧，可能未必一定會留到最後嘅嚇。以佢試閘嘅速度，可能一出閘留守住4、5位啊、6、7位啊，係啦。佢個鬥心係非常之強。而赤壁希望佢一出閘喺私家3欄咁輕磅，留守住個內欄2、3位啦，睇下有冇嘢賺啦。係啦，嗱，今次呢一孖棍真係不得了嘅，尤其是係第7場，因為係失平衡嘅，有隻雀仔啊，會唔會喺個天上跌落嚟？咁我就唔知啦，大家拭目以待。緊記啦，無論任何嘅賽馬，記得小注怡情啊，利用一個槓桿係啦。分分鐘可以令佢更高嘅回報，睇啱時機，呢個就係一個其中嘅賽馬人生哲學。歡樂嘟嘟，到時會唔會睇到我表演呢？我都仲需要苦練啊！但係我約定你啦，係啦 Good Show TV 希望繼續帶俾大家歡樂，甚至一啲好特別嘅賽馬資訊，因為其實賽馬有好多人生哲學㗎，千祈唔好失平衡啦〜